现在消息传开了，谁都知道巴尔想要拉拢贺江，而贺江可能忘记了自己的仇恨。可惜喽。不是我看不上乔七，乔七呢是个不错的年轻人，但是配贺江，简直鸡毛倒灶了。哎，我认为他的想法不重要，他是萨科城昆邦，他哥哥是5城军阀副司令萨拉亚安，他比我们都好。你觉得我的想法不重要？那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觉得还是得去，这是为大家谋福利呀，对吧？江姐，我支持你，怎样我都支持你。你支持个锤子，你手都没得了。嘿，你个老娘们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信不信？可你是贺江，是大家口中的贺红玉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去，他们谁爱去谁去。